沙田呢幾條村真方便，沙角村啦、月明村啦，月明村仲係一間游泳池呢度去香園圍又有 A40， A 車有，B 車都有。東夫亭橋嘅位置由呢一度一路經過沙角村，食肆林立喺度，跟住再行去前面條橋，落雨唔使帶遮，已經可以去到港鐵啦。呢度有港鐵，即係有巴士總站。呢兩個屋邨都有長者健身嘅地方，亦都有東夫亭。呢個國康村嚟嘅，頭先嗰條沙角村喺對面嘅啫。街坊茶樓有街市，呢個街市呢度好多條巴士路線都有，地鐵又有。呢度中小學校、幼稚園都有。喺呢一度唔使搭車返學。麥當勞啦、大家樂啦，學校嘅廣告，救世軍全家餅，係有單車徑啦，幼稚園、中學、小學樣樣齊。巴士有去香港島㗎啦，九龍㗎啦。荃灣㗎啦。